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嚟講一個絕對勁爆，聽完你絕對會跌晒眼鏡嘅真實新聞。法國一個24歲靚仔男仔，因為直腸塞咗一枚第一次世界大戰嘅炮彈，去醫院求醫。手術中，醫生開刀開到一半，發現係真彈，醫院即刻報警。拆彈專家飛車趕到，全院疏散，場面亂晒龍。呢個唔係電影，係2026年2月1號法國圖盧茲真實發生嘅事。呢件事發生喺法國南部圖盧茲市嘅隆格伊醫院，時間係2026年1月31號深夜左右。一個24歲嘅法國年輕男子，佢叫乜名媒體冇講，保護私隱啊。突然覺得下腹同直腸位置劇痛到爆，忍唔住衝去急症室求醫。醫生一問，佢話直腸有異物，痛到死。但係詳細情況佢唔肯多講，只係話自己試過自己搞唔掂。醫生見狀即刻安排做 CT 掃描，掃描結果嚇親晒。直腸入邊有個長約16厘米、直徑3至4厘米嘅金屬物，形狀好似炮彈。醫生以為係個玩具或者自製性玩具。當值外科醫生決定即刻開刀取出，救人要緊。手術開始，麻醉 OK，開刀，伸手入去一摸，天啊，唔係玩具，係一枚完好無缺嘅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炮彈。據報道，呢枚彈可能係德軍用過嘅手榴彈或者小型炮彈，超過100年歷史，古董級。表面仲有鏽跡，但內部填充物未知。萬一係實彈，爆炸力可以炸飛半個手術室。醫生即刻停手，拔出氧氣罩，報警。警方接到報案，火速到場，確認係潛在爆炸物之後，即刻通知拆彈小組。拆彈專家帶住全套嘅裝備，飛車趕到醫院。醫院即刻拉警戒線，將附近病房所有病人同醫護人員疏散，消防車都喺場戒備。成個過程持續咗幾個鐘啊！拆彈專家小心檢查炮彈，確認冇即時爆炸風險，先俾醫生繼續手術取出。最後炮彈安全移除，男子康復。出院後，警方可能會調查佢非法持有彈藥罪。呢個男仔點解會塞炮彈入直腸？媒體估計係性癖好玩極端玩具，但係佢本人冇承認。講真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法國戰場到處係呢啲彈藥殘骸，好多農民耕地都挖得出。呢個男仔可能喺古董市場或者黑市買嚟，諗住試下刺激，點知玩火自焚，直腸撕裂，爭啲全院 GG。我哋一步步拆解事件時間線。1月31號深夜，男子入院，症狀直腸痛、下腹脹，可能有出血。醫生初步檢查，用手指探，感覺到硬物，但係深度太深，決定 CT。CT 顯示異物位於乙狀結腸轉直腸位置，長16厘米，重估計幾百克，形狀圓錐頭加尾翼，典型一戰炮彈設計。手術室內，醫生用內窺鏡同開腹方式夾住彈頭拉出，拉出過程彈殼卡住直腸壁，造成撕傷，流血嚴重。醫生一見金屬彈身刻住德文標記 WWI 82毫米，即刻認出係古彈。佢哋即刻按紅色緊急掣聯絡警方。警方到場5分鐘內封鎖手術室，拆彈隊20分鐘內到檢查彈頭引信，發現引信已經受死，填充物可能 TNT 殘餘，但冇活性。醫院反應超快，疏散半個樓層，200名病人臨時轉移。媒體隔日2月1號就爆出新聞。法國費加羅報、西班牙國家報等都報道，標題個個勁，直腸炮彈驚魂，24歲男肛門藏一戰遺物。男子出院之後，居民拒絕訪問，但有傳佢係收藏家，平時玩軍事古董，呢次係意外實驗。醫學角度講，直腸異物好常見㗎，醫院每年處理幾百宗，多數係瓶子、蔬果、玩具，但係炮彈係頭一遭，風險包括腸穿孔、感染、爆炸3重殺。專家話呢類變態玩家越嚟越多，尤其年輕人用試玩極端物。法國2025年有宗類似88歲翁塞爾戰彈，結局一樣照拆彈。英國2021年都有，證明唔係孤例。心理學分析呢類行為就係叫異物癖，刺激來源係禁忌加危險。但係醫生警告，直腸唔係設計嚟採金屬嘅，黏膜薄易撕裂，細菌感染率高達30%。呢個男仔幸運但冇爆，否則全院變戰場。
呢唔係第一次。2022年，法國討論88歲翁塞一箭彈直徑更大，醫院一樣疏散。2021年，英國南塞二戰手榴彈差啲爆。美國有報道，男仔摔槍管，手榴彈模擬品死過人。香港呢？本地醫生話，私家急症每年見10宗異物，多數隱私處理，唔上新聞。警示大家，玩性玩具要安全，用直膠潤滑，尺寸適中。古董彈藥千祈唔好碰。法國每年有農民中彈死，想刺激去專業店買，唔好自己 DIY。心理健康重要，有癮求醫，唔好等到入院。歷史背景：一戰法國戰場，德軍用82毫米迫擊炮彈，殺傷力強，殘彈至今挖出過萬枚。呢個男仔可能喺 eBay 買，價錢幾百歐。收藏家話呢一類彈多數失活，但10%有險。社會反應，網民笑爆江門戰士一戰回歸，但係醫生嚴肅呼籲教育年輕人性安全，政府可能修法嚴打非法彈藥。呢個男仔塞炮彈係咪想發射？自己醫生開刀見彈係咪以為外星人入侵？拆彈專家入手術室戴住頭盔見到直腸彈，震驚到10分啦！如果爆咗，標題就變直腸核爆啦，哈哈！但係認真講，呢類新聞提醒我哋，生活邊緣玩得太過，隨時 GG。你哋試過最瘋癲嘅事係乜？